果有人在等他，不玩弄他。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对不起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要钱啊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，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